好像看无，比较少咧，即个百万讲可能是啊，对我讲是我看到是迄就是现在应该有很多。这小心的，这个详细。我就讲啊，我get back的啦，我就自画像，真的自画像。我那年以前上班那个自画像没办法。跟你破水呀？免费洗啊，你到时候你就可以免费写字啊。感觉。这拢有反光啊，迄个，对。我时常的想念你，我愿意回到你身旁，回到你身旁。每场比你风光，你常出现我梦乡。那么我想，真正的花香，是我想你，是我难忘。难忘的笑色，难忘的山岗，难忘的小村庄，在那里歌唱，那里成长，人不叫为理想。你好，我来翕相。美丽的村庄。
我把它录影起来。对呀、对对。这真的很棒呀，主管真的哇。很多人。你们两个都是很有才华。没有。有点热闹了。加油了！他1年就毕业了。这个出来的话，就有希望。这条线了。那个亮光。按照这个写好了去做计划计划，我想他的花要比较深啊，很深入。更难。你要把这张图画拍成，但是你欣赏这幅画抽象的，第一个不要看这个图，让你写一笔，因为你的感受和我是不一样的，但你不一样你想完之后，你觉得看到这个画，你就看他是表达这个，那你是表达你认为我是这样。我的学生，他走进来看，我说你快去表达上面一个，我看到一个大炮，看到他子弹，手枪，我感觉也是这样。我说很好啊。他刚刚想就丰富。我们很好啊，你这样想也是对啊。你要说世界大战，后面都是靠那个产生那个火光，这对你的感受是这样，但是我表达是这样。那你这样做，感受我也是这样做。就是我看到这张画，有想象力，看他的那张画，自然形成。哎，这个很多我照了，我这个照了哈，这个亚克力给我的。那这个给你，看我现在洗给你看。你怎么没有照相？照一下啊，你不要问了。不要，那条我才说了一下。那礼拜那个来讲，然后你用课本台开始不要画，最好是你画完马上用把颜色要用的刮起来。然后把这个干掉，它那这里好，谢谢。如果说当天画完，当天签就没有关系，都会忘记的。那忘记他就写出来，这个在那个水里头用肥皂洗不掉，洗不掉，这个是油性的，水是洗不掉。但是啊，你洗的时候要像倒一点，动物，对，这块很湿的时候来加然后这个你就这样，
个是刚才那安尼高仓啊，单色棍的，对啊，用单色棍的。用报纸把这个那个擦掉，用这个水管好，然后你用一点 detergent， 如果笔还是湿的，然后再搭一点，你就用这个 detergent。简单水就事情白有假讲，唔着讲我这白切，爱爱哇爆死！你伤济啊，是你做音乐的。我一看的呢，才84万嘛，哦，那个有人要买啊，一张卖多少？4800啊，到底是我听了讲的8，这厉害了。哎呀，我讲1900块，啊，这个会讲8000是个退好，我1万。1万若讲对讲1000呢？啊，咱嘛有人问这张，我讲3000啦。恭喜恭喜！去啊！即摆要跨年度哦，几场啊明年，计7月对明年的，安尼才跨年度免报税报紧，做起来。啊，你也知影，反正明年比今年较济。是啊，是啊，就是。